呢度咧就可以感應有冇車牌度。我哋總共有10個模塊。朱敏芳有份創辦研發 STEM 教學應用產品嘅公司，參加由粵港澳大灣區發展推廣中心喺南沙舉辦嘅青創嘉年華活動。幾個參觀者係表示對我哋嘅產品有興趣啦，甚至係想即係代理我哋嘅產品喺中國大陸其他地區進行一啲銷售嘅。係咪即係可以做成譬如香薰啊？嘉年華有超過40間青年創業公司參與，喺幫助青年把握大灣區發展機遇上，香港政府有多方面嘅支援。粵港澳大灣區青年創業資助計劃、創新創業基地體驗的資助計劃等等，鼓勵有抱負和創意的香港青年到大灣區內地城市創業。創向灣係南沙港澳青創基地嘅主要集中地，李耀鵬係其中一個基地嘅負責人。除咗硬件配套，開業嘅前期支援係幫助佢哋立足南沙嘅第一步。提供更多嘅係一啲比較有實際性嘅一個配套服務啦，包括好似工商註冊啊、財稅服務啊，同埋一啲政策上嘅兌現嘅。朱敏芳嘅公司就喺呢個基地嘅協助下，開展大灣區市場。要申請牌照，咁要好多資料，申請銀行帳戶，因為你開一間公司都有銀行帳戶嗰啲，甚至我哋聘請啲員工要申請住房公積金、社保嗰啲，咁其實佢哋都提供一站式嘅服務俾我哋。南沙5大發展方向之一係創建青年創業就業合作平台，鼓勵港澳青年到南沙創業同就業。新10條措施提供就業創業同生活等配套，獎金同補貼涵蓋就業獎勵、薪金、生活同醫療保險等等。住宿方面亦都設有青年公寓，供港澳青年申請入住。南沙陸續出台咗一系列嘅惠港政策，除咗實施港人港稅以及對企業提供15%所得稅嘅優惠之外呢，喺2024年嘅3月，更加通過立法就產業嘅發展、開放合作、規則銜接等等嘅內容，強化咗放權賦能。李耀鵬同朱敏芳都相信喺粵港澳大灣區不斷融合之下，港資企業同青年人會有無限嘅發展機遇。港資咧個品牌喺內地嘅用戶心目中啦，咁呢個品牌嘅認受性係高嘅，產品嘅質素啊，佢哋都會更加有信心。資源又好，或者係一啲供應鏈都好，其實都會比香港嘅選擇會多一啲嘅。